好啦，咁啊之後第三題嗰度播，佢就話咧個 element M 就係 room condition 之下咧有三件事。咁第一件事先啦，M 同到 oxygen react 變 MO。咁呢一個咧就令我即刻排走咗喺 AL 先嘅，因為佢如果分 oxide 咧會係 AL2O3嘅個分母啦，咁所以 A 我唔會揀啦。第二句就話M 同大率嘅 HCl 去變做個 chloride X2，咁我會可以排走埋個 copper 啦，因為 copper 同大率嘅 HCl 都係冇 reaction 嘅。好，咁第三句就係個 metal 同 HCl liquid 濕運就冇乜嘢即時嘅嘢可以睇到，咁我會就係排走埋個 calcium 啦，因為事實上 calcium 同凍水都有 reaction 會起泡嘅，咁唔係 A 又唔係C 又唔係 B 咁，或者 D for dog 勝咯。